講起 MK，大家都會諗起海婷、金毛男、古惑仔劈友、食煙。喂，MK 點會淨係得呢啲啊？睇嘢唔好咁 shallow 啦。MK 就係多面向、有價值。我哋要將 MK 變成一種處世態度，令大家喺任何情況都用 MK 精神拆掂難題。所以我哋要介紹 MKology， 一種屬於香港人嘅新哲學。MKology 手冊唔單止會介紹 MK 嘅外在特質，仲會用 MK 語錄幫你拆掂生活難題，務求將 MK 精神融入生活，甚至係衝出香港。返工成日受氣 quit 咯，你有嘅係 SLD PK， 最多咪 PK。俾人話你好 cam， 理得佢啫。真正嘅 MK 係唔理他人嘅眼光，做自己嘅叛逆。老 best 凌晨想同你傾電話，欲變 MK 必先夠義氣。老 best 叫到死緊，有人笑你講嘅都聽唔明。你可以片我，我行我素，但呢種先係我 MK 人出嚟行嘅態度。MKology 手冊有中英日韓泰法意德8種語言，經過機場、熱門嘅旅遊景點都能夠揾到 MKology 嘅身影。scan 個 QR code 就可以用唔同語言接收到 MK 精神。我哋仲製作咗明信片、鎖匙扣同雪櫃貼俾旅客打卡，同時亦會喺 Instagram 出 post 同其他國家嘅 KOL 合作，希望 hit 中世界各地嘅 Gen Z。從此 MK 唔再係古惑仔嘅代名詞，而係代表香港嘅 philosophy。MKology 王國學系陀地智慧衝出國際。